頭先咪有一些廣告後，轉到咧節目嘅現場咯，係提倡大家哦。那講咧會對人也嘅添酒做哦，可能有啲人會自家做，有啲人可能會買片咧嗬。係講咧知道有相關嘅問題啊，全部做得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咯。一下咧轉到一節目當中啊，非常我繼續來留誒劉先生來打咗一股來問咧嗬。頭先提到嘅就係三組嗬，一三組誒全部做材料都簽到咧啊，簽到咧一時間就愛開始來做誒，做誒一個嘗試啊，就是透過節目嚟大家講下，本大家咩做得來了解下。會，一般好難睇做一個就做嘅時間哈，當然一般都前面都會用一天都愛先去做熟啦。哦，唔係上嘅面直接煮下去哦，是入面愛上面煮味素。煮味，一般以前做一可是會用煮的嚟嘅，因為煮的嚟都夠方便，因為它可以添鋪落一啲。或者後來嘅人都因為要講求口感。一下看到嘅就係細米，係嘛？細米嘅，細好嘅。人講嘅細米同蔥油呢，一般煮飯嘅時嘅細米同蔥油。一講細到好嘅時間，跟住講米煮起來都會好食，飯煮起來會好食。一講細量冇好，跟又有乜嘅油量冇啊？哦，一個米其實以你而家去做一個睇人去糯米嘅時間哈，糯米嘅時間如果有幾多嘅碎屑啊粉，也得溫飲啊嘅米哈，嗰隻唔係講下落去煮嘅時間，米嗰隻會，人講會人哋講糊化，就講像漿糊咁嘅糊化哈，會綿綿啊，就算你碟嘅飯，然後會變會飲啊強啊，飲起來，飲啊強啊唔會喺操作嘅過程中都會快做，係，好，個第一兩個而且發嘅時間，啲微生物因為嘢飲。微生物也冇辦法，佢夾行，中間沒有很大的空隙，冇法度行，嗰時也可能行得咁慢，發嘅效果唔會咁好，嗰時而家嘅米我射，所以射過槍一次，我射過槍，嗰時候我射加射幾百，加射幾多？其實射一般咧，而家米攏過槍啦，你射一兩百，其實都已經都過槍嘅啦，也唔是講射千槍千槍啦。我都按清楚，我想喺上牙齒間尾上嚟吃咗佢嚟。好，也都提早部分，米射好過喺邊度人嘅阿木頭，人嘅頭先講到天幕地板度，也係講熱到嘅，想講機器地板度去煮熟。煮也可以，用整的也可以哈，整的都水分唔好多。用煮嘅用整嘅，煮的地都水分會夠多。你用整的地如果夠早熟，唔會按多水。我哋係用整的地。就完全做細槍咧，就不用落去整。好，一整嘅時間整好整熟嘅。好，過後愛個我同看啊，我不用背冷，係抽100團到嘅。不用背冷過後爭過來做同嘛。係冇錯，就是因為都要慢慢有啲微生物感染嘅嚇，其實都同人熟悉嘢共用啦。而家都必冷，必冷嘅人都會去拌取，你講一個拳。頭先講到嘅一個拳，調好嘅拳。調好嘅拳，你都會煮嘢落去，然後用去炒，炒俾佢均勻，佢均勻，全米都攏有個拳嘅翻香，炒好嘅，然後變一個發酵頭。喺講係變到像一下做佢炒嘅而講嘅人哋嘅拳咧，嗬。喺講係磨完，即係炒到磨完嘅時間，佢咪會影響到佢嘅。會發嘅過程，所以一下不用冷嘅，都一下長期就會有佢攪啊。係，因為微生物唔可以吸收嘅時候，都會落死嘅。吸收嘅時間會落死。會落死去。係，因為微生物本身冇法度抵抗按嗰個，因為講以煮好嘅拿出嚟，一定得唔到冷，唔得冷，如果唔怕啦，嗰個問題，嚇，或者。你睇鐵個雲哈，或者一路會變啊拳，有的會死係，死嘅時候你拳數唔拉，個有的因為有的微生物嗬，夠敏感，樣好，也就係翻煮好咧，過來就係一水呢時候變啊。當然水體我煎米，米我先煎好來。
今年是水如何用诶？就可以是用那时间而不用，因为时间全部可能係嘛，都不用繼續發咧，改皮。如即送上去時，可能而家叫做，比如講入邊裝喺水果上都加一些水，因為佢稱嘅重量，而話去算嘅重量，而家有幾個比例就出嚟啦，比例就入邊嘅分量一度，差唔多一度水落去，而家係咪有浸水，水運存一度，睇下你地方咪地方 keep 喺一度水，再做起嚟再落去。你講當我做時，可以嚟嘅糟，我加一些水，因為冇嘅做出來品質會冇重要，而甜土香土都會改變。按樣形做甜土香土啊，後尾會因為而嘅一比例唔錯嘅時間就會變體嘅嗬，一時間咧，你全部做好咧，一下攪攪就做會得咧。不用等發，不用到冰箱地方發，也係不用到冇發。要講愛溫度控制，當然溫度控制，如果而家人如果送喺個溫度控制箱地方去，也係溫度控制箱哦，唔係按你嘅冰箱嚟哦。沒，如果控制係一般人控制係30度。30度，30度嘅真係應該一天嘅甜食嘅溫度嚟咧。係，一開始是按。一開始嘅。嗰面下如果我講下來，講下來唔好貼高溫，天天俾慢慢發。係，而那唔係貼高溫，前面是需要時候背嘢嘅拳啊，請夾嘅上去了，因為30度都係本地嘅拳，慢慢嚟夾上下到底嘅。骨架，如果我哋愛嘅拳，如果係一個溫度會上骨架，因為要有先包覆，都對那個男人先先沾先養，因為人家嘅面真好嘅，係咪？乾淨，強嘅冇幾多微生物。先沾先養，就係然後佢全部應該發嚟做拳數要拉時間。如果係其他拳都黏埋落，黏埋落時有個就唔會有其他唔好嘅細菌落來咧。冇落，按又會個問題，又會上過。嗰個男人嚟講下來是溫度。一開始30度嘅也時間愛一久啊，就係講有等於講可能一周邊就做得，咪有可能愛幾下日啊，有等於講愛半張日啦。一般人都控制下可以差唔多看情形，因為也嘅要看日下時間，時期也冇一天。如果太陽嘅種差唔多睇1年左右啦，有時有個左右，有時有個而家可能你有個按樣講，因為嗰隻有個會用到有個儀器，儀器一時間就愛來去看嘢嘅。即看佢也係發嚟長途，發到奶，做嘅地冇按樣去。一個都講快過，因為有儀器上落去嘛解？都糖度計。就甜度。因為佢是即係嘅甜度因為佢是分解糖，人可以食，而家多奶後嘅時，人哋來降溫。所以喺下方面可看到嘅啦，有隻部分就係呢嘅甜度嘅。單方嘅個。無色咧，無色咧嘅有嘅高嘢甜度，有高嘢嘅就係甜度嘅，可以測嘢甜度。過來看到嘅黃色嘅就黃色嘅酸鹼值。酸鹼值含個也甜度全部愛來值。係，因為我用依照依個標準，因為有時我哋喺發嘅時候，比如講有個米嘅品質冇重要，以為有冇重要嘅變化時，人哋我要用一個嘅儀器。你男人生產出嚟嘅東西，那會夠標準化，那唔會講變通貼態。古時人看啦，一從一個你講調湯嘅部分到一個規則嘅製作過程真實咧，全部都係人講功夫啦，還講咩係經驗咧，也都全部你講一隻蔬菜冇做好，會影響到幾盤嘅也做出來嘅一個甜酒做嚟咧，學講到一甜酒做唔啲鄉親朋友啊，食咧時間你冇幫買，其實上班行啊就會知道講有得嘅。佢嘅酒米當蔥啦，有得位咧，韓國對청인도冇乜嘅米絲啊，因為都唔啲係用嘅，청基本現場啊，呀，將佢帶來嘅，一部分，呀，做而且家講都係講用鹽攞做嘅，係嘛？鹽攞做嘅，伊本身有個鹽攞做嘅時間，難得睇發嘅時間，啲酒米啊，呀，做藝也嚇發現。皮嘅感覺就係呀，佢嘅酒嘅米絲啊，冇像係食過嘅暗蟲咧，好
哦，古说也很用诶。也个东西都讲，因为ที่台湾人讲嘅拳嘅挑选有关系，哦，那你拳冇挑选嗰種做酒quite強嘅嗰種嘅拳來做。啊，天點樣講，伊也個酒啊，喺發嘅時節吼，啊，因為伊也個人發冇比發得quite高頭嘅，因為人做酒啊吼，其實也個甜酒做一定，然後做酒嘅前置嘅一個作業。比如講米本身伊係澱粉，澱粉唔會本微生物利用。係。好啊，伊要先利用根霉菌去對分解做變糖，糖入嘅葡萄糖，葡萄糖呢會本一個酵母菌去做酒。好，所以我哋睇先一個酵母菌唔會先quite強嘅。哦，古時一下吼，一結果就係答案係啲嘅，就係佢嘅一個透嘅拳動重要吼，佢嘅唔免人講有做酒嘅做較強嘅吼，人家做一個一個甜酒做嘅就唔是按強哦。那頭先說咧，也知道第一，吼酒嘅香米油，不過就哎用一啲啲嘅吼，啲香米是有甜甜吼，嘅甜度到嘅嘅酒嘅米是哦，搭配到十分嘅好。韓國頭先人講到嘅嚼勁口感，就係食起來。就按用炒啊吼，就唔會像有啲人講綿綿啊，也係食起來就係按用就吃到講就彈槍，按用直接來食啦，就當好食咧，就唔是講像人講有啲係愛用也添講食鹽啊、食鹽也掉啊吼，就唔是誒，就按用大槍食，口感唔好，也可以，係可以啊，因為也就真嘅濃度有幾大，幾大係，伊喺人哋食低於2% 以下。哦，按用現生年嘅唔怕。哦，故說你講上班下大家最少就係酒精嘅濃度。因為有個生年咧吼，有人會同我哋講，伊個生年個是，因為伊講吼，因為人哋容易過少耐。啊，伊個生年咧，比如講伊會幾乜嘅啊？我冇得半夜會嘅。懶腰，好錯懶腰，會懶腰。啊，是咧，他唔會懶腰。啊，人如後來我哋有問嘅中醫師，意思講，因為藥嘅本身係溫補嘅。溫補嘅。雖然係講，較個人大，個人而路邊啊，人開白方以來，沒有那個知覺可以講，或者個會懶腰。按樣型吼，古上講也係溫補嘅吼，尤其講什麼人啊，有當到可能記得就按用素腳都按用便啊吼，也時間來說係一定好嘅。所以啊吼，也個甜酒做按用嘅補術吼，買轉去按用嘅補術。再講來呢，有呢度嘅也個食法咯吼，有按道嘅部分加下甜，整個技術來老大家講，先來去看下聊下來。